咁 Satoshi 啦，設計咗3個非常之重要嘅技術。第一就係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證明。咁所有交易咧都要經過電腦，即係所謂嘅礦工啦，去解決一啲數學難題，先可以加入區塊。咁樣咧就可以防止泛濫同埋作弊啦。第二咧就係固定供應，2100萬粒比特幣封頂，意思咧就係話全世界最多只可以有2100萬粒，唔可以好似美金咁無限印。咁樣咧就有佢嘅稀缺性，可以抗通脹啦。第三咧就係區塊鏈技術，所有交易記錄咧都會記咗喺一條鏈上面，每一個區塊接住前一個區塊，冇得刪，冇得改，大家咧就一齊去維護。咁所以 Bitcoin 唔止係一隻幣啦，而係一套去中心化、無國界、可以驗證嘅價值儲存系統。咁用個比喻啦，Bitcoin 咧就好似數碼金條咁樣，你唔可以隨便印，唔怕通脹，唔受政策干預。佢嘅設計咧唔係用嚟搞 Apps 寫智能合約，而係設計嚟保存價值嘅。你可以擺喺你自己嘅數碼錢包入邊，冇人可以凍結，冇人可以偷，亦都唔需要靠銀行。咁喺呢一點啦，喺好多貨幣崩潰嘅國家，例如委內瑞拉啊、阿根廷啊、土耳其，Bitcoin 咧就變咗一個真正嘅避難資產啦。